台湾头一台国产市区轻零巴士认证车，会当一届走超过450公里，甲这轻气加号码只需要30分钟。业者也讲呢，这巴士的关键零件有60成呢，拢是家己做的。目前呢，伫高雄的公路测试过，未来也会伫咧公车示范路线来服务民众。挂汽车牌伫咧路的移动测试，这是台湾第一台国产的市区轻零巴士。加一遍轻气了，会当连续开超过450公里，时速上悬超过90公里，以后有机会伫高雄坐着。最上面那个里面是我们的除氢瓶，那我们之所以会放在车顶，是主要是考量到整个行车当中，如果万一发生事故的话，车顶的部分是相对安全的一个部位。这台车的价销1300万台票，差不多是其他国家所生产的轻零巴士相关价销的一半。除了电池用日本的车身底盘这款关键的零件，大部分拢是国内生产。今年关键零件国内生产会当到60成，明年会到7成5。绝对是台湾能源转型迈向永续氢能车，绝对是能源转型的一大步。这台车将会以台湾唯一整车制造商的身份去法国参加展览，国内会去德国接受高标准的整车系统国际认证，若通过就当进入国际市场。但国内若想要全面普及，一关加设加氢站。中油有非常完整的计划，在全台湾依政府的规划来做加氢站的设置。那台湾要普及，等于说还要等加氢站的一个配套。对，这个是事实。业者讲，国外的加氢站密度正悬，淹过无车通驶。但国产的市区轻零巴士有机会会当拓展外销市场。但国内若想要普及，爱加设加氢站。这么第一座加氢站确定会设伫咧高雄的南马区，现场已经看会使加氢站的外形。淹过也怪进行相关的审查程序，按算伫咧年底进行正式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